如何將 MP4 文件壓縮50%？訪問 EasyZip.com， 然後在壓縮應用下找到將 MP4 文件壓縮50%。點擊選擇要壓縮的 MP4 文件，打開文件選擇屏幕，或者將 MP4 文件直接拖放到 EasyZip 中。點擊綠色的壓縮按鈕，你的文件將開始壓縮過程，這需要一些時間才能完成。點擊預覽，即可在瀏覽器中查看壓縮文件。點擊保存，將壓縮後的 MP4 文件保存到你選擇的目標文件夾。就是這麼簡單，我希望這有幫助。請點擊徽標並訂閱，這對我們來越意義重大。Easy, easy, easy, easy.